那場戲的劇本上原本只寫着俯身以遇、立位親吻、白紙黑字、乾淨的像是數學試卷上的標準答案。可當監視戲後的導演喊出第五場第二條開始時，片場凝固的空氣裡忽然多了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黏稠。張凌克飾演的蕭衍，那個在權謀漩渦中向嚟游刃有餘的世子爺，此刻正用他骨節分明的手指挑起田曦薇扮演的沈清次的下頜，動作輕得像在黏起一片將要凋零的梨花。燈光師特意調暗了左側的柔光板，讓他的半張臉印在陰影裡，只留下那雙據說能尿死人的桃花眼，瞳孔深處映着對面女演員眼底細碎的光斑。田曦薇今天戴着一對水滴型的白玉耳墜，隨着她微微後仰的脖頸輕輕晃動，像是在替主人慌亂的心跳打着拍子。劇本裡這一段是沈清池假意投誠，蕭衍以曖昧試探她的底線，兩個人各懷鬼胎，表面上卻要演出幾分旖旎春色。可當張凌克的呼吸真的拂過她耳廓的那一瞬間，田曦薇的睫毛劇烈地顫了一下，那顫動經由高速攝影機捕捉，放大在導演面前的6塊監視屏上，清晰得如同蝴蝶奔死前的振翅。副導演讚着劇本的手指節發白，他下意識地看了眼導演，卻發現導演非但沒有喊卡，反而把身體往前傾了傾，像是要在那團曖昧的光影裡找出怎麼更優美的東西。片場鴉雀無聲，連軌道車上的攝影師都屏住了呼吸，只有那台亞來攝影機發出細小的電流聲，忠實地記錄着接下來將要發生的劇本之外的一切。當張凌克的唇瓣真正擦過田曦薇耳垂邊緣那串細嫩的肌膚時，時間仿佛被拉成了一條吸細的絲線。他記得很清楚，開拍前化妝師給田曦薇補妝時，曾用棉簽蘸着遮瑕膏輕輕點過那個位置，說那裡有一顆很小的痣，鏡頭裡繪顯得太有侵略性。可現在他的唇尖幾乎能感知到那顆痣微微凸起的弧度，帶着一點粉底亦也合不住的溫熱。田曦薇的耳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泛起一層淡粉，那粉色像是被誰打翻了的水彩盤，從耳尖一路蔓延到脖頸，最後印沒在恢復交領的暗紋裡。他的瞳孔確實地震了，那是一種完全無法偽裝的本能反應，虹膜在瞬間放大又收縮，像是遭遇強光的貓科動物，連帶着他整個眼眶都微微泛紅。他的手原本虛虛地搭在張凌克的胸前，此刻無名指不自覺地蜷縮了一下，指甲隔着兩層衣料，在他月白錦袍的胸口處勾出一道細微的節奏。張凌克感覺到那陣顫動傳遞到自己胸腔時，忽然有些分不清究竟是角色需要旋是身體本能在作祟。他的喉裂上下滾動了一次，那吞咽的動作在特寫鏡頭裡被無限放大，讓長毛姑娘差點打翻手裡的反光板。導演終於從監視器後探出頭來，卻沒有喊停，反而用氣聲對錄音師說了句收環境音，只留現場。這意味着他要保留這段表演裡所有真實的呼吸交錯。張凌克的鼻尖勝過田曦薇鬢角碎髮時，聞到了他髮梢上殘留的梔子花香，那是他自己的洗髮水味道，不是劇組造型師統一用的那款木質調香薰。這個細節讓他忽然意識到，此刻伏在自己臂彎裡的不是沈清池，而是田曦薇本人，那個跪在後場時抱着暖手寶看動漫，笑起嚟佢有兩個小梨窩的姑娘。他的嘴唇離開他耳垂的瞬間，帶起了一絲吸輕的黏連感，像是兩塊絲綢被緩緩撕開，那聲音在安靜得能聽見鉗尖落地的片場裡，竟顯得格外清晰。田曦薇的下頜線掹緊了一瞬，他的眼神充渙散，重新聚攏，找回沈清池的清醒與戒備。可那過程太慢了，慢到足以讓在場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看見他眼底來不及收起的茫然。攝影師找住這個間隙推了個近景，鏡頭裡他的瞳孔旋在輕微震顫，倒映着張凌克俯身時垂落的一縷髮絲，那畫面美得像一幅即將碎裂的宋代瓷器。長記版的聲音終於響起來，導演說了過，可語氣裡帶着明顯的不確定，仿佛他也被剛才那段超出預期的化學反應打亂了陣腳。田曦薇在導演喊過的下一秒立刻退後了半步，那個動作幅度很小，卻讓張凌克懸在空中的手顯得有幾分尷尬。
他順勢收回手，裝作整理就好的樣子，指尖卻無意識地摩挲了一下，像是在回味某種不該被銘記的觸感。化妝師立刻衝上來給兩人補妝，粉波拍在田希薇耳側時，他輕微地躲了一下，化妝師以為弄痛了他，連聲道歉，他卻搖搖頭，說只是覺得癢。可所有人都看見他已跟那抹飛公字字沒有退去，甚至在被補妝剝了3次散粉後，依然頑固地透出底色。張凌克走到監視器前看回放，導演把那段鏡頭慢放了4倍，畫面裏他的嘴唇擦過他耳垂的那田希薇瞳孔的擴散幅度簡直像是被雜魔擊中了中樞神經，那種生理性的反應騙不了人，更騙不了在場幾十雙職業的眼睛。張凌克忽然覺得後背有些發潮，揮服里那層中衣大概已經滲出了薄汗，他清了清嗓子，用劇本裏蕭演那種從容不迫的語調說了句剛才是不是太過了，可聲音出口才發現帶着些導演回頭看了他一眼，那個眼神意味深長，既像讚撫又像警告，最後只說保持這個狀態，下午拍對手戲的餘波。午後那場戲是蕭演在書房裏獨自回味方才的試探，劇本上寫他要對着燭火露出一個志在必得的笑，可張凌克坐在那把黃花梨圈椅上，怎麼都找不準那個笑的弧度。他腦子裏反覆回放着田希薇瞳孔地震的瞬間，那畫面像是被誰刻在了視網膜背面，連閉眼都能看見。道具師換了3次燭台的位置，他始終覺得光線不對，最後導演無奈地讓他在黑暗裏默揮5分鐘。那5分鐘裏，他聽見隔壁化妝間傳來田希薇和助理說話的聲音，他好像在笑，笑聲清凌凌的，和輝里沈清池那種壓抑的輕笑完全不同。張凌克忽然就找到了蕭演當時的心境，那種獵手以為自己掌控全局，卻在獵物眼睛裏看見自己倒影時的微妙慌亂。他重新走到鏡頭前，那個笑終於對了，可導演在喊卡後補了一句：凌克，你剛才笑的時候，手指在發抖。他低頭看自己的右手，果然指尖正以極小的幅度輕顫着，像是餘震未消。接下來的幾天，兩人在片場的互動變得有些微妙。後場時他們依然配對台詞，可眼神交匯的瞬間總會有一個人先移開目光。有場戲需要田希薇從背後環住張凌克的腰，他把臉貼在他後背上時，張凌克明顯感覺到他呼吸的頻率亂了，那溫熱的吐息透過衣料，在他脊背上畫出一片潮濕的領地。他的後背肌肉瞬間掹緊，那塊原本從瓷的斜方肌隆起成堅硬的弧度，田希薇的手指隔着衣料都感知到了那種緊繃，他的指尖下意識地輕輕抓撓了一下，像是矛在試探一件陌生物件的質感。這個即興的小動作被導演保留了下來，因為監視器裏的畫面呈現出一種驚人的真實感，那不像在演戲，更像是兩個年輕生命體在特定情景下無法自控的磁場共振。副導演在拍攝日誌裏寫到第5集第12場，雙人鏡頭，生理反應明顯，建議後續情感線調整。這段話後來被製片人看到，據說他沉默了很久，最終只說了句隨他們去演吧，別框死了。可劇組裏慘慘有了些竊竊私語。燈光組的兩個小夥計在搬動腳架時的咕說，張凌克每次拍完和田希薇的親密戲都配要一瓶冰水，以前他從來只喝常溫的。服裝助理則注意到田希薇那對白玉耳墜換成了耳夾款，因為他原本打耳洞的位置總是莫名紅腫，像是反覆被雜魔摩擦過。道具組的人更直接，他們發現張凌克的劇本上所有涉及耳垂、脖頸、鎖骨這些部位的台詞旁，都用鉛筆輕輕畫了圈，那筆跡很淡，如果不是刻意去看，根本發現不了。這些細碎的信息在劇組裏流動着，像暗河裏的水，表面平靜無波，底下卻暗潮洶湧。直到某天收工後，張凌克在停車場和田希薇的保姆車並排停着，他下車拿東西時，恰好看見他掀開車簾露出半張臉，兩人隔着2米遠的距離對視了足足3秒，最後是田希薇先放下簾子，那布料垂落的弧度都帶着某種倉皇。曬青前最後一場對手戲是蕭演和沈清池的決裂，
劇本要求將凌克狠狠掐住田希薇的脖頸，把她抵在柱子上，眼神裏要有恨意和佔有欲交織的瘋狂。開拍前兩人做熱身運動，將凌克伸出手讓他的應力度，他的拇指和食指環住他頸側時，能清楚感知到他動脈的跳動，那頻率快得不像一個即將演繹絕望情緒的人該有的狀態。他下意識地放輕了力度，導演卻在旁邊喊凌克血性出來，這場戲是轉折點。他咬了咬牙，在導演喊開始的瞬間把田希薇推撞向那根紅漆立柱，他的後背撞上去發出沉悶的一聲響，瞳孔裏瞬間衝出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破碎的哀傷。那哀傷太過真實，讓將凌克的手指在他脖頸上痙攣了一下，他幾乎要重開了，可田希薇卻用只有兩人能聽見的氣聲說了句別停，繼續。他看見他眼眶裏蓄滿的淚終於滾落下來，砸在他手背上，那溫度燙得他整條手臂都起了雞皮疙瘩。這場戲拍完後，田希薇蹲在地上換了很久，他助理帶水過去時，發現他脖子上留了一圈清晰的指痕，尖弓式的，像一條不合時宜的項圈。將凌克站在3步遠的地方，手裏握着那瓶冰水，瓶壁上的冷凝水順着他的指縫滴落在地上，印出幾個深色的圓點。曬青宴那晚，所有人都喝了些酒。將凌克端着酒杯在人群裏穿梭，競導演競製片競攝影，到最後才走到田希薇那一桌。他正和化妝師玩骰子，笑得前仰後合，耳垂上換了一對亮晶晶的銀色小圓圈，在燈光下晃得人眼花。他站在他身後猶豫了幾秒，旋是輕輕拍了拍他的肩。他回頭時臉上的笑意旋沒收乾淨，眼底卻飛速掠過一絲雜魔。兩人碰了杯，玻璃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響。將凌克說你演得真好，田希薇回你也一樣。可說完這兩個人又同時沉默了，周圍嘈雜的人聲仿佛被隔絕在某個透明屏障之外。最後是田希薇先開口，他笑着說以後有機會再合作，語氣輕鬆得像在說明天天氣不錯。可將凌克注意到他握杯的手指關節泛白，和他演揮時緊張的狀態一模一樣。他點了點頭，說好啦，然後轉身走回自己的座位。那兩步路走得異常緩慢，像是在用腳步丈量某種正在消逝的距離。劇集播出那天，將凌克借位問田希薇瞳孔地震的詞條果然衝上了熱搜第一。粉絲們截出那段慢放鏡頭做成動圖，配上各種浪漫的 BGM 和濾鏡，有人分析他的喉裂滾動代表情動，有人解構他的瞳孔擴散代表心動，更有甚者從耳垂泛紅的色毫推斷出那是真實體溫升高導致的毛細血管擴張。營銷號們連夜趕出800篇分析文，從表演流派聊到人體生理學，從戲劇張力談到荷爾蒙分泌，仿佛那個0點幾秒的瞬間裏藏着整個宇宙的奧秘。雙方唯粉在超話裏吵得不可開交，一方說這是專業素養體現，另一方說絕對假揮真做證據確鑿，中間旋夾雜着是 P 粉狂歡的尖叫和黑粉冷嘲熱諷的陰陽怪氣。而當事人將凌克和田希薇在那天晚上不約而同地發了條營業微博，都是宣傳新劇的固定文案，配圖是劇照而非花絮，語氣官方得像是自動回覆。可只有劇組那幾十個人知道，那段鏡頭之所以如此獵人心搏，恰恰因為他脫離了完美的預設。將凌克的嘴唇擦過田希薇耳垂時，他其實偏了0.5厘米，那個偏差讓原本該落在臉頰側的立位吻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觸碰。田希薇的瞳孔地震也並非全然是沈清池的應激反應，更多是他自己作為田希薇，在毫無防備下被觸碰到敏感區域時最本能的驚戰。導演最終保留了這條素材，放棄了後來補拍的3條更精準更符合劇本要求的版本，因為他覺得那條帶瑕疵的鏡頭裡有一種珍貴的東西，那是任何表演技巧都無法複製的，獨足於那個秋日下午的真實瞬間。如今這段畫面被幾億網友反覆觀看、解構、延伸，每個人都在裡面投射自己的情感想象，可那些蜂擁而至的解構，本質上和真實發生在片場的那個瞬間已經毫無關係了。站在更遠一些的地方回看這個事件，會發現它像一面棱鏡，
折射出的是整個娛樂時代對真實近乎貪婪的飢渴。我們渴望在工業流水線般生產出的影視作品裡找到未被馴服的鮮活痕跡，渴望在明星完美管理的面容下窺見一絲失控的裂縫，渴望用顯微鏡去檢驗每一幀畫面裡是否藏着劇本之外的真心。這種渴望本身並無對錯，它只是人性裡對純粹情感的本能向往。可當這種向往變成鉗對個體生理反應的逐證審判，變成對兩個年輕演員每一個呼吸節奏的過度詮釋時，那份名為好奇的羽毛就漸漸壓成了侵擾的鐵針。張凌克在後來的一次採訪裡被問到那段吻戲，他笑了笑說那只是光影和角度造成的錯覺，語氣平淡得像是討論昨天盒飯裡的雞腿鹹了船是淡了。田曦薇則在另一個場合提到，演員的瞳孔會因為燈光、疲勞、情緒調動等多種原因產生變化，希望大家關注角色本身。兩人的回應都堪稱滴水不漏，可網絡上的浪潮並不會因為一兩句澄清就平息，因為人們需要的或苦衝嚟不是真相，而是自己願意相信的那個故事版本。當我們把目光從那段被無限放大的耳垂親吻上移開，轉移投向整個事件的脈絡時，或許能更冷靜地看到，那不過是一部古裝劇拍攝過程中無數個即興瞬間的其中之一。它被算中、被放大、被狂歡，更多是迎合了當下短視頻時代對高甜名場面的算法偏好，而非本身承載了多麼深刻的情感重量。兩位演員在片場那些微妙的反應，那些緊繃的肌肉、泛紅的耳根、蜷縮的指尖，說到底都是人類在親密距離下正常的生理反射，就像被敲擊失合併小腿彈起，被強光照射併瞳孔收縮一樣，它是生物性的，而非故事性的。我們當然可以欣賞那段畫面裡流動的戲劇張力，讚嘆兩位年輕演員在那一刻貢獻出的超出預期的真實感，但實在不必將之升格為某種秘而不宣的情感宣言，更不必以此為由去追問、取測甚至干涉他們的私人領域。互聯網的記憶或許很長，但真正的藝術生命應該生長在作品本身，而非花絮的夾縫裡。願我們都能懷取着一份溫柔的克制去觀看，像隔着博物館的玻璃櫥窗欣賞一幅名畫，感受它傳遞的美與震戰，卻不伸手去觸碰那畫框，更不試圖充顏料裡刮取所謂真相的樣本。畢竟鏡頭前後的他們和鏡頭之外的我們，都該在各自的生活裡享有不被逐證解鬥的權利，而那份權利，遠比任何一個二手詞條都更值得被捍衛。